好来继续来看交通部拍算要甲客运驾驶的年龄，为即卖65岁延长到68岁，安尼是会当解决客运的欠工，但是敢有考虑到安全问题咧？65岁以上的长辈者，驶车、骑车出车祸，今年有3492件，有2000多个人受伤。医生讲，高龄驾驶骹手较慢钝，反应较慢，而且带着心血管疾病风险嘛比少年人较悬。建议主管单位要放宽进前，一定要好好来把关。阿伯骑机车，煞骑向倒边去。车主以为讲伊的立冬想要到阿伯一紧张，直接就向对向的车窗弄过。阿嬷骑车过大路，无看到有人冲红灯，反正袂赴嘛弄落去。敢若是今年台北市1月到12月，60岁以上的长者去机车的车祸，就3492件，造成2269个人死伤。即马公路总局拍算放宽大客车驾驶到68岁，但是开车的年纪有悬，风险敢袂正悬。年纪比较大，开车总是比较没有那么专注力吧。应该到60，这样世代才能轮流替换。开游览车平常至少嘛12点钟，就算休息咧，嘛踮伫车顶，无法度好好困。在观光客走景点、上山落海，一定有风险。有人开到心肌梗塞什么的很多啊，心血管疾病、心肌梗塞等等，或心律不整，那中风都是年纪越大，它发生率就越高。除了疾病的问题，也阁有老大人开车体力已经较歹啊，反应力嘛无少年人的紧。除了职业驾驶，厝内若是有高龄长辈经常开车，一定要注意身体的状况，避免无细致就发生意外。